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相通马街》，我是刘飞珍。今日有请到嘅来宾是范文芳教授，范教授来大家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范文芳。今日当欢喜让大家在空中见面。范教授，我研究有一个非常特别嘅经验，即係我朋友翻译老嘅文章中文翻做客家话。結果嗰個過程發現有非常多嘅植物嘅名，我唔曉得客話用文講，比方講乜嘅紫花藿香雞啊，什麼烏梟、白梟哈，啊，當時我講確實呢，圖書圖都按用，不過用版是用一個母語來印第亞大世界來描述那個植物，確實人嘅知識就不足。啊，我就想到講，范教授也冇卡，我聽講而咯，台灣各種嘅野生種。都有種一條，故說你係呢方面嘅專家，因為語言嘅專家，想請你來分享呢方面嘅經驗。先來談一下客家話用蠻係老有條植物學名，也跟老人嘅文化、老人生活嘅環境係咪有乜關聯？我想先讓大家介紹，講按名啊，按名在華語來講，他們叫取名、命名，客家話叫做安名、按名。按名為一個事物。要安定它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叫做安名。那客家話一個按名，後頭話就按到號名。號名。加個號碼的號。號碼的號。加個號碼的號當做動詞。對一個事物給它一個稱號，按號名。所以客家話動聲詞就按到按名。對。故說一個按名哈，佢只有就。對於講，對一個世界嘅認知，比如就做得用兩個來做參考嘛。像客家話啲都非常會提名做老植物有關係。范教授做幾扎理嘢來係。如果我從我講嘅地球嘅歷史啊，天上就有土地，真有水，真有植物，真有動物，有動物真有人類，所以人類嘅。最早嘅祖先呐，應該係動物。啲動物佢都靠植物來生存，啲食物啊，靠植物來生存。植物就會靠土地、流水來培養佢嘅生命。對，用來看就會，其實人嘅不要太驕傲。講歷史都講人嘅歷史。其實人要謙卑一點，對土地、植物、生類而有一種謙虛嘅態度。范教授講到兩個就想到吼，有非常多嘅世界上有非常多嘅文明，實際上都老植物有關係。比如講中國嘅南方，還有台灣也可以用無嘅，北方可能麥嘅。講到地中海可能就係橄欖。好，就講意大利人可能會想到토마토。嗰種植物實際上係老文化有關聯嘅。像係做近邊來。特別是種到客家莊，我聽講到講，有非常多嘅地名，可能係老植物有關係，因為語言嘅發音對一個植物發音冇相同，地名好容易老客家人可能就會有差別咯，有的有差別，有的有共樣。范教授做嘅老太爺幾扎理嘢嘛？就講土地上嘅植物哈，佢係中低海拔都客家莊。較多中低海拔，真正高海拔2000公尺以上就原住民較多。平陽都海順，就好多人較多。就也講嘅台山縣，包含個東埔嘅台九縣，有客家莊嘅位數，太體係中海拔。平常你講嘅植物學嘅基本常識，佢係生存在緯度大概多少？我就講海拔大概多少？也係按照中低海拔客家人嘅客家莊。可見嘅客家莊嘅植物就當到係老烈嘅海拔有漲。比如講，你講其實條下飛機有講全世界嘅講法哈，有一種做啲補充就講全世界幾個大洲哈，只有亞洲擁有足嘅。美洲、歐洲冇。一個人特別嘅客家人老族嘅特別有關係。戲鑊以前嘅鑊啊，族味，係個炊煙啊，當族，係鑊下嘅族嘅，
灯呢，係用竹嘅，喺啲雞鴨嘅為雞鴨嘅雞鴨嘅欄，係竹嘅搭啊，係用世界也竹筍，有樣，所以你係有隻文化嘅，就對人講嘅稻米文化，小麥文化，喺亞洲就有。竹嘅文化，也係一種當特殊嘅地區性嘅差別。也係客家種一特別嘅嗬，我都記得總理府佢就叫做竹頭下，好就用一個方式嚟安名嘛。他范高書講到台山縣，比方講像伊講嘅蔣林啊，頭個行像推一種出貨嘅名嘅嘛。叫蔣書啊，在日治時代、日本時代。有一策略，全國性的策略，就講提名莫同窗。哦。上教時的提名盡量濃縮成2個字。就九蔣拿，就縮減成蔣林。那個林是文讀音的林。說話音就會拿就會閃眼哦。開出來嘅很多閃眼，很多拿。要將拿，好多人老客家人共用。也都下2個木頭嘅就連，人嘅香就會像連，假如講散眼按到散拿，平拿，嘅隻拿就係呢隻很特殊的一個字。如果講嘅更專業一點哈，那就在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很多人想不出來，因為閩南人客家講按到拿，然後跟名字差那麼遠。這隻拿，最近在語言學上有發現很有趣。要將拿嘅發音，係中國南方嘅少數民族創作壯族啊，一個語言。一個語言就講散田，按到拿，佢叫做像，佢就發明一隻漢詩，係假嘅漢詩，唔係中國人嘅漢詩哦。就係當背係那邊的那，下背係隻田，假個壯族發音就按到拿，假個意思就會閃眼，閃田。可見主個人嘅語言地方係有非常多唔相同嘅元素嘛。嗱，像到台灣也採用因為有很多嘅族群嗬，大家語言冇相同，比如講採一種稱呼人就講法就會冇相同。大家講到一個蔣林拿。還有台灣嗰處有提到竹東，係雙旗拿，雙旗拿，因為客家人冇參加夏師啦，係就官方啊。當時嘅日本人嘅官方，佢談客家話講雙旗拿，他不知道，結果他受到閩南話影響。那雙旗講秋嘛，秋旗拿，轉成閩南話，秋旗拿再轉寫漢字寫成樹木的樹，木字旁一個自己的己，樹麒麟，變樹麒麟，樹麒麟是官方的文書寫的，民間就按照雙旗拿，雙旗拿是指象棋數，象棋數假嘅就按照當咕哩咕嚕咕嚕，當咕哩不，那當咕哩就是雙棋子，就是我們講的這個陽光子，它變成地名了。你聽范教授講到兩個出不了體力環節關係非常的精彩，先看一下，等下張哥轉到節目嘅現場。聽話范教授啦講到兩個出不了生活環境嘅關係，係就下睇範圍嘅兩個角度來講。接下來，范教授係咪對於客四個部分，對於自家嘅童年嘅經驗、嘅客家種經驗來談，有冇個出不對你嘅生活，還是對你嘅生命有特別嘅意思嘅故事咯？大家來分享冇？我想到嘅小時候嚇，我帶咗就cái竹東嘅台窩，大窩啊，cái地名就係很客家色彩，台窩。客家人講嘅窩就係英文講的 valley，就山谷啊，也個一隻特殊嘅地形啊。我大家會點小時候我會種牛，割草被牛血的啊，所以對嘅各種草類啊，我都好啲，有條草牛冇係血，有啲草會割煙，各種嘅從一會從小就會對嗰種嘅山丹嘅草啊、樹啊，好有親切感。很可能到個性又重，
哦，杨曼讲。从13年就开始读练的，从你我割错哈，所以变成当孤僻的。啊，有人特别小时候人讲那些木古桥啊。哦。对，当可以再讲话。台底我们捞大自然的土地、植物。动物为有对话，反而冇嗰種係對人學唔曉得講話，所以你係可能老兒時嘅經驗有關係。我想補充一點就講，像我小時候剛入小學，按寫時節啦，我媽媽會當早到呢度4、5點鐘，是個綠竹筍嘅割綠竹筍。哦，割竹筍。係，但係好多人講割，但係假人嘅綠竹按到戳。哦，戳，要把个土啊剥开来啊，然后用一个工具把它戳竹笋。戳竹笋的时候，他会带着我去啊，4、5點鐘，他當到悶啦，竹條他當到悶啦，轉咗豆腐卡，夾咗整理，整理我判斷講，嗰種用竹篾嚟串起來，2、3條，一件叫錢安用哈，他我小時候都當會判斷，你談到安用一件。按照那一件，目測，哦，一種，有的人家姐姐嘅都就講，佢哋老太有天分咯，數學嘅天分啊，還會算啊，台灣呢一件16兩，還公斤有冇窮呀？一件叫做千哈，我媽媽去摘茶，摘到買本嘅商人嘅繡茶，繡茶以前冇講本銀現金，是記起來，難頁。就係摘茶嘅茶槍，叫做劍，叫做量，很多本來頁，差100種，就講算尖。我媽媽記憶力都好，金識字不認識字哦，佢記得難頁啊，又叫做量啊，又算好，很矮嘅數學個層啊，一件叫做千，一個叫做劍。算啦，我記得我根本放盲讀書用咪學得算啦，呢可能就係兒時嘅一種哈，唔像你係講為了考試讀嘅數學啊，也冇學過算術。咱講雖然講兩個外敷衍上多，就講客家莊嘅神法出物啦，太體就講老一個神法，係有關聯性嘅，係一實用嘅啦，吼，佢冇像人講英國，佢嗰種出物嘅文化可能就田園 garden。哦，記到話有嗰種所謂的園藝，客家人太體和你老神法有關係。頭我講到當然係一般農家嘛，不過也有到遐特殊嘅產業。然後講到摘茶，茶可能到台灣即係老客家，伊有關聯性嘅。那我還有一個老客家，伊有關聯性嘅啊，想范老師們也來分享一下。有一種叫腳腦，從來都想講，像你講腳腦。腳腦，這個主要來源就係樟樹、樟樹哈，這個要削成薄薄片，經過高溫去蒸汽，氣把它蒸餾出來，就係樟腦腦油啦，腦油。也係因為樟樹係一隻比較偏熱帶的植物，所以以前嘅文人嘅講法。就按照瘴癘之氣呀，南方哈，就講對人的身體唔好，當火嘅身體上有做咗抵抗，一種很濕熱嘅天氣，有當多昆蟲磨內啊，就以前嘅樟腦嘅產業，老客家文化特別有關，就客家人就專門就做嘅叫做樟腦嘅工作。包含嘅讀書嘅，包含腳腦嘅工作，還有一種就開墾史上用講腦釘，嘅釘係指的男丁啦，就專門負責去係腳腦嘅，還養咁多體命。所以台灣大部分嘅嘛治療，佢就係腦療。像以前嘅嘛蔣經國遐買到頭園嘅，按照頭療就係頭摘腦療。係呀，嘅都我咪嘅有按照16療啊，乜嘅療啊，14療，還有嘅石頭山下面有6療古道，乜嘅療全部係客家莊嘅。不過也嘅我名也係老也嘅出門嘅老也山樣有關吼。但講書講到也嘅樟腦，外上都係客家人。有一個較特殊嘅意義啦，佢知道態度都客家人出來做嘛。不過因為樟樹嘅神法嘅環境，老年出面會接觸，吼。故說，講台灣一個
中路了条路，事实上做一条出群关系的路，哈，他讲你老年出要有改变危险，嘿，一种危险是气候湿热，罕有就会让原住民有冲突，嘿，就会互相会有一种争执啦。要种差不多他讲你三亚有关联的，那我还有一种，在总铺的漆啊，割漆。哦，切的。办公室有谈过，那个北部较无有经验那就了解，有亚全世界党有名叫印尼，橡树嗰条取样啊哈，和台湾嘅漆树嘅又是另外一种，因为从学校教育讲漆。你碰到甲个漆会过敏，哈，那对人体会有一点伤害啦。那从事呀工作嘅买些导型裤嘅一种嘅产业哈，其还有一种就会漆哈，跟日本人呐，日本人就台湾拿甲个原料漆。还亚全世界就多地，日本嘅漆的文艺术，懂尖端，懂高级，也充分讲给漆啦，做一种非常讲究的个处理。不过那个高级艺术啊，客家人就较more。他讲伊可能都会他生产那个原料啦，生漆的部分。我记得我去做访问的时间，那故事我做有生漆。佢对最早日本人鼓励台湾人种最早对苗栗螳螂都来到南投，来到南投访问嘅过去家族都做漆嘅，佢讲，听说搬家去割，搬家去割了之后，等于到天光的时就做数一桶含量有几多嘅量，三更半夜到哪地都有割起啦，天顶强啊，无手手啊，上次有个风山都做一撒天，佢讲吼。叫天皇所讲，也按到老贵上涨的行业啦，还懂得冒险性，懂态。对，客家人身上有非常多的那种所谓山林经济有关系嘅社会嘅经验吼，迄其他出群无嘅啦。然后那么我想报告说，他讲到一个他古早历史的东西，下来谈下。这不，实际上到生发地都还能有非常多的应用嘛。像有他提出的年节，还能过节，都会用到，还个来记在里的。嘿，野草啊，野草，嘿，野板啊。野板，野板老野草还无缺用的。缺用。就那个讲野。还老多还无。这个野有当多品种，但是做板用的野啊，就会按照细野。这个台叶是比较是河边长得很多很大棵，是要砍下来晒干来烧冒烟就赶蚊子跟台叶。线叶是比较小棵的因中文写起来就是爱草字头给人家爱爱客家话发音懂特别就会捏野草它其实是菊科的植物。两个叶片都念得顺得出来，背面有灰白色，灰白色，要给它做出来给拌的哈。客家也很特殊。你看吹宝我们讲吹宝吹宝就白萝卜做的。捏做些很多捏板就没有叫做捏爆。错嘅。这萝卜板有人讲萝卜嘛有讲吹但是捏做的那个是包皮，里面还是包馅还是萝卜，但它不叫萝卜，面出条面出板，叫捏爆捏板呐捏板在有一点讲。五月节还有一种民俗上的做的驱邪啦，这叫捏所以跟捏到台客家人有一只动相关的关系。又发现一只体名动圣旗的信部，信就改信部，信部又消李溪个叫好把毒动作该用捏草结果一只地名个车牌写个乙子埔，写蚂蚁的蚁捏埔。捏过了，捏翻译中央就现在就用现代生物学知识，对，蚂蚁很多的地方不会成为地名，对，用没法出现吧？没，
蚂蚁懂西藏啊，你捏唔到啊？你讲可能哦呀，懂捏熬啊，底下捏一步，它已经到2公尺了。对。那捏一步，你要5公里外面就看得到。要蚁丘当中。所以用树诶做梯苗，还有植物草啊，像苗草、苗花布，就苗栗跟露梯苗就按照苗花布呢。苗花就会5节芒嘛，就好多人按照瓜芒，就是寒芒，就会。寒天、秋冬才开花的，家人就讲客家苗当多，有张娘婆，娘婆是 grandmother 哦，对，娘发，苗发，海陆人就把它转成娘发，娘发是 mother's flower， 一只係 grandmother， 一只係 mother， 皮膚冇相同。當成之就喺台北有一隻當有名嘅山，也係按到陽明山，唔係見麥老陽明嘅關係，直接係苗婆山。係苗婆山哦。就以前講個文言就按到草山啦，草山啊，草山其實客家人講就係苗婆，當多嘅野生的嘛哈。比如為了改名改到王陽明跟陽明山就唔係見麥嘅意思。范教授頭先講到了生態環境對佢創作嘅影響吼，我有非常精彩嘅事要同大家分享，先看一下等下轉過轉到節目嘅現場。我想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現場。今日有像范教授吼來講到一個植物老文化嘅關係，譬如話講到非常多呀童年時嘅生態經驗，還有一條植物老客家產業嘅關聯性。接下來我想請范教授，因為我哋呀嗰些經驗本身非常多創作的靈感，而且咧非常多啦，也跟植物有關嘅作品。今日加入機會讓大家來分享一下好嗎？我講先講到，我會受到師範大學中文嘅影響，係對中國文學嘅一種接觸。不過到40歲以後，先講到咁上路對自家家鄉嘅土地嘅一種感情，開始想到客家，係會差別到那邊嘅。那中文人能力當好，但是客家話會講，唔曉得寫。都冇咩人感覺到，我用中文嘅用嚟基礎，轉到用客家話，係我要嘅受到聲韻嘅訓練、語詞文字學，我會比起半音轉到用客家話嚟寫，好簡單。好，我就會用客家話嚟寫。客家話嚟寫就有可能講將客家人當特殊嘅草嘅名啊、樹嘅名啊、地名嘅名啊，你用國語中文嚟寫就嘅感情就冇佢。後面我受到當太陽響一種係鐘樓，鐘樓佢寫嘅台灣人三部曲，就講寫自家嘅故鄉嘅土地發現嘅事情。還有受到李挑先生嘅影響，佢寫嘅反映哪個故事啊，就寒夜三部曲啊，佢又對客家女性的一種推崇，還對客家嘅生活的樸素大標嘅一種反應。簡單講就土地嘅情感嘛，就會勾起來對嘅家鄉嘅土地嘅了解，然後就開始就寫嘅用比較簡單的用詩的形式，我就散文的形式，用客家話來寫。嚟啲家鄉，因為老太家先講呀，我第一首娘婆嘅故事，娘婆嘅故事，聽起來就因為佢畢竟話寫夢話嘛，嗬，唔過客家話就寫娘婆，哦，呢個就有冇相同文化嘅意思在裏邊。反正說老太家分享呢首詩好嘛？哦，我講分享呢首詩之前啊，佢哋講娘婆苗花，苗花是指它開的花。娘婆是指它的葉子整個不太一樣，也個用途很多，但是客家人的生活都貧困，很少美感，就是實用，有幽默。嫩的葉子給牛吃，割下來曬乾做屋頂，蓋木蛋，還有加一塊花梗啊，採下來做掃把，也喺生活中當實用嘅，那也就用客家話來朗誦一下一隻苗婆嘅故事，苗婆嘅故事啦，好。
仰坡嘅故事。故事台嘅片头白相，就像甘草一般冇價值。故事台嘅詩人也是感嘆甘草開白花。開放嘅台灣人將草根頭一起來開天，不地親嘅台灣少年將滿山棉花當作春光蘆葦，家鄉嘅父老將芒草獻作仰坡，嫩嘅割來被扭舌，老嘅割來蓋木蛋。家鄉嘅父老將棉花獻作娘花，阿爸割下花光摘手把，阿娘拿起娘花手提來。娘花摸牆通花按斜拍，只有一道蒼茫。娘花摸牆也將按向時，只有一線草莓。娘花摸牆牡丹按花梨，但有一絲的強韌。台灣人嘅名人就像甘草，在趙空空嘅山東當。表明攀進上啊，農家人嘅名人就像仰坡，在11月嘅山風中暗藏幾個艱苦。客家人嘅名人就像仰花，在蒼茫嘅暮色中徘徊觀望。我發覺說你下列數10嘅時間，你係老對苗花嘅感情，轉到對幾個台灣嘅歷史命運嘛，吼，有也在意思在裡邊。我記得睇你念念數時，我感覺不敵情嘅不知情，下擺有乜講？不敵情，不敵情嚇嘅台灣少年。老滿山棉花當作春光蘆葦，你要同我非常有感覺，因為我自己本身我本來唔曉講客話，因為從細時係受一種所謂中國認同、中國文化嘅影響，正研究到到河巴順嘅拍拍嘅很多蘆葦。佢受中國嘅文學的教育，中文的教育，《詩經》啊，底部有寫到，也個蘆葦哈。其實啲仰花係客家人特有的名詞。嘅後來就很多寒芒。寒芒。這個寒就是寒。哦。天氣很冷，叫做刮芒、龜芒。哦，我睇愛用你嘅意思。但他不會寫，係咯，都係乾嘅，嘅乾嘅。他寫有種你不了解嘅漢字，台灣語言的關係。其實就寒啦，寒冷啦，就很多寒芒。寒芒。刮芒。刮啦。而且咧個刮芒，係你講係客家嘅苗花，因為佢係秋天嘛，故所就有一種下嗰種寒涼嗰種感覺。反告訴你在兩處時地方，我知道你老台灣嗰種以艱苦嘅歷史，用苗花了在意象老給寫出來咧。佢係一種一般人看嘅就係野草嘛，對，就係當。但也命運力很強，就挺強韌啊，係。就係台灣人也好，客家人也好，全部在挑揀當五河嘅客觀環境之下，當強韌嘅活下去啊。我會非常多挑白嘅一家客家界嘅大佬，馬莎，咁多嘅家吳濁流。哦，吳濁流。佢寫嘅當多長篇小說，係世界級嘅小說家。佢嘅書名台灣有象徵意義。因為台灣連翹。台灣連翹就係客家人講嘅《望天記》。望天記，就在荒山野外，你越砍它，它越生存，就是很堅強。做一個美麗嘅。還嘛魯冰花嘅，就是後來宗教聖體下嘅魯冰花。魯冰花也係一隻茶葉，我就田園野草。但開花開完之後，可以翻做田裡面的肥料，就要到佢都強調客家人嘅命運艱苦。但是很堅強。然後吳濁流講到一個台灣連翹，然後還有個無花果。無花果，我自己也用一個意象寫過一首老
唔错有关迄个诗，我意思讲，其实点点在暗处开花啦，嘿嘿，哎呦，讲个学术上生物学的讲法，嘿，无花果就唔系真点抹法，嘿有法很看唔到，一般看不到，它还是会结果，就按照无花果，在学术上专门的按照无花果，要按照隐形花科。按用讲起来，客家嘅文学家，真系有非常多对啲出本有得到灵感哦。华丽嘅外表，但是有很实在嘅结果。那我地方我出台湾套苗法嘅故事嘛，啲都有刚刚嘅作品都有一贯的风格，就讲人家对基层也好，对历史也好，对土地也好，有一种关心。我非常有印象，迄到平镇有一班谈营养艺术黄藤，来讲一下黄藤吼，黄藤了个出本吼，我过去我自家本身嘅对佢嘅意识嘅来源係书底背，因为我冇看过，我做啲講佢都係拿來挑毒魚啦，一种按用你的出本，你用办法想到讲，然后佢变做诗，然后又写嘛嘅，好像观众朋友应该也偏向来谈吼，你係咪再老太家分享一下黄藤？黃藤哈，係一種爬藤類的植物啦。這個名稱哈，係後來很多路頂生長在路邊呀，路邊啊，它不是人專門去種的，是野生的。客家人老嘅演出名泰雅族啊，全部拿了个毒魚呀，兩個垂出來的乳汁啊，在水裡面拌，會暫時把魚麻醉，沒有毒死哦。唔係吐死，係本嘅鼻涕，馬鼻涕過10-20分鐘，也就那個毒性就沒有了。但你就夾落流起來，嘅也係本來係唔同嘅。生活中的用途，哇，一種生活智慧哦。但是我給小童年時代有特別的經驗啊，讀個荷巴筍啊、行辣筍哈，荷巴筍、行辣筍有富人家都嘅洗衣服、洗衫啊，洗衫有下巴嘅有你講馬啥都喺河邊自殺嘞啊！佢自殺用完自殺就是把那個。很水哦，它沒有稀釋哦，就很濃的這樣喝，喝完它就昏過去了，昏過去就倒在河溪裡面，到溪裡面就死掉了。驚喜哎！後來有人發現，說誰家的婦女啊，死在那邊。後來看到那個路邊的，他的衣服洗好了，衣服洗好放在籃子裡面。主要婦人家記落三層洗好，然後當時黃藤水來吃曬呀，哇！那就自己想。那時候大學畢業了，在想起用版想起我童年時候的經驗，要想見很心酸。他都為什麼自殺嘞？就講我就了解到客家婦女啊，在大家庭裡面，這個處境都艱難。她又要做家事，又要做農事，和她的那個辛苦就沒有人可以傾訴啦。所以我才會想也可追溯到以前啊，有一隻很多閩西的歌謠啊。你講中國閩西嘅歌謠，客家人點樣有藝術，跟我有唱一段短短的，就了解個客家婦女嘅特別的艱辛，就按到落水田。落水田呢首歌嘅，伊當然有唱過藝術歌曲啦。唔過佢彈起來悲傷，悲傷。我輕輕小唱一下。好啊。落水田呢，落水田呢，落水落多，我嘅身邊呢，失了條路，有冇心啊？是光歸身呢，真可憐呢。我就聯想到講，鄉下主動給鄉下嘅婦女自殺哈，他長大以後過了30-40年，將回憶，他了解佢哋嘅心情，我就會寫個藝術詩，我也都用嘅朗讀嘅方式，范教授啊，那太介紹一下嘿。
匆匆改太天，上进才鲁迅改善表达。红罗音、冲散音，庆基如天。五地基有马改用途，愿记改书天。上进才模音种作改丰富上。台湾音、客家音，现去5天。做在哪里调呢？受尽苦难嘅客家父母，才向立宣写好三府，用写三下吹出一捧5天水，吞落去，冇人可以挑树嘅命苦。哇哦，談到很艱苦哦。不過翻到書嚟講實在話。係現代嘅富人家吼，家世係矮吼，嘛神父長冇喺寫，都早期走咧。好講笑，了台都先歇困一下，等下能夠轉到節目嘅現場。歡迎收看真相通話嘅節目，今日有請到范文芳教授，台灣范教授吼，攞嚟分享佢自家老師傅相關嘅創作，他談嘅用婆嘅故事，也有一個五天，談一個五天嘅時間啦，特別有感觸就講，哦，原來一個雖然范教授係男性，唔過佢對客家父母嘅處境吼，就講有一種同情，有一種關懷。一本嘅聯想到講，另外一個客家嘅作家李橋先生，佢也非常重要嘅作品，叫做《寒夜三浦橋》，佢也係有一個非常重要嘅五線嘅角色。范教授也為了嘅有貼寫過一個作品，錯嘛？然後大家來分享一下好冇？哦。講嘅《寒夜三浦橋》係長篇小說，佢有幾百萬字。因為天龍上面有家年輕的老師，音樂老師，都嘅妙律啦，就把它改編變成交響曲。哦，有中西樂器合奏的，它的內容主題就會《寒夜三浦曲》。佢就經過人家介紹，就兩個音樂的交響詩啊，要前面有一個序曲，序曲就做唔得太長，佢就有人就找到我啊，那我就對三部曲我都很熟，看過，也很感動，也很對李橋先生很敬佩，係偏見偏見嗬。我就講我就答應我就講幾百萬字啊，改寫成做一首詩嗎？20-30個字的詩啊，就講三幕。3篇短篇小說，用各2行詩來把它傳達出來。一個寒夜三浦老觀眾朋友介紹一下，呢個寒夜、芳村、古典，係呀三浦誒分片嘅名嘅。范教授咧，他做了數十年啦，佢三浦嘅名都按意思啦，嗬。這個故事內容太啲講客家嘅以前嘅先民叫做開墾，亦都主要嘅題名係反正難。佢都開墾嘅時間，唔啲對土地會奮戰，係有原住民嘅災難。個有好多頭家愛來佔，個有日本人愛來。客家族群樣板人愛保護呢笪土地嘅一個故事。我就講嘅寒夜用2行嘅詩嚇，係啲山村2行，古典2行，總共6行。係6行。我嘅意象就講，佢頭下講客家嘅先民嘅命運都當艱苦，培養出當堅強，堅強嘅生命力啊！但是還是很孤單，沒有人去關心啊！我就把它改成用老山歌嘅曲調，自編自唱哈，我就用西煙腔來表達嘅。漫漫嘅長夜，乃是站在天光孤單嘅山村裏，萬人我來同享秘密嘅燈火啊，留戀嘅希
那个意思是讲，孤灯黑懂孤单，但是它毕竟还是没有熄灭掉。就讲你的命运就靠自己去坚持啊，但是一直要保留一种虽然渺茫，还是要保持一种希望哈。刚刚说那个部分，我补充一下啦吼，就讲我去甲偷个心得。那个古灯世界上也是因为啊，小说里都会主角叫做电妹，不说也是一个非常性的意象，叫做为一个象征的希望安样去。第一只离开哦，佢看过廿字后，佢都当一般嫉妒啦。刚看一下意思啊。结果买200-300万字被你20几个字写完了，但是来讲效果不一样啊。不过翻到书，你听讲到，因为那个系为到一个交响乐，头前个序章啦吼，来做个本来是说以后就讲传统嘅山歌嘅形式，然后老西方嘅。交响乐来结合啊，哈，那个做一个客家创作奥妙的所在哈。讲到那个客家的符号、符码，要把很多现代的应用，啊，像因为过去按当年那种政府方面也推广，还有民间非常多的创作哈。你看大家想到客家的时间，我有记载以贤明的意象。当然，大家的批评有人讲好，有人也是讲，还没唱歌啦哈。做那个统发，我老观众朋友讲，那个统发吼，台湾第一个写统发诗的，我想应该就是范高书。那书统发非常短，不过是挺早以前就写出来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其实我还没学生嘞，我都客家杂志当过偷偷你那书诗。我想你还没做老太家分享那书统发，然后顺便讲一下对我条所讲。一直切勿本意用作族群文化的象征，你去改看法。也有几种这种来思考的观点哈。又因为不认为讲，偏因些通话跟美只是客家香港就有样，然后没有意思是讲客家人基有基的选择，就讲我愿意用同花代表我们的一种象征。你别人要喜欢没有，我不排斥你啊。你要做得用。只讲当食物来讲，你讲客家人讲，也个吹不乱用吹布炒乱，懂朴素咩？但其味道很特殊啊。还有讲，用客家美食吹不乱，那别人要不要抗议嘞？国外人也会做吹不乱呐。但是我不排斥你不可以，不是说你不可以做吹不乱哦。某排他性一样，某独占性。来讲桐花，我们客家人很喜欢，但我不排斥说你们闽南就不可以喜欢桐花。也一只人权的问题。你还提到层面，听一讲就讲。跟复杂的历史跟经济关系哈，历史老经济老产业的关系。作品要写得好哈，深入啊，你不能可以只是表面描写它多漂亮，你背后有哪个内容文化哈。也就讲老台湾的农业产业有懂历史上的一个因素关联性。第一就讲底下跟素材跟纸啊截纸。可以炼油，统发嘅纸，统治做的炼油，所以加些经济作物。第二个加个蔬菜啊，素材黑加个纹路懂平均，很质量很轻，泡强那样，还长得很快，不需要太大的肥料，它就可以长得很快。也还加个经济的来源，但加个用途呢，像有人讲给做小提琴的琴盒。要轻，纹路要平均，感觉油桐是不如梧桐了，但是油桐也不错，做得做，这些长比梧桐快它的功能差不多，所以做个钢琴啦，做小提琴，我用铜，会用到铜，还有一种就会讲，从以前人做个茶卡的，卡的，卡的要轻嘛，也是桐树是好的。还有一种是跟日本有关，日本人哈，佢有一种习惯，就讲给衣服啊，衣服要除湿啊，就要用桐树做的衣柜。
哦，因为佢會吸那個濕氣啊，它甚至會吸臭氣。哦。啊，所以大家做的衣櫥，還有一種更特殊的，就講日本人有一隻習慣，就人過身以後，那個骨灰啊，放在一個白盒子裡面。啊它放在家裡，或者放在什麼地方，那個盒子是用油桐木做的。啊，那個符合幾種用途，即係好多經濟用途。啊，用講起來，台灣客家人總統做了過去人家談本日本殖民嘅統治嘅歷史係有關聯性嘅，係冇法度切開來。還有要跟大家稍微解釋清楚，就講後來嘅油桐的產業統治摩人類書咧，啊，加個桐書啊，冇搞出啦。結果那很多我就參加救國團也好，或一般地方導遊也好，他錯誤的歷史認知，就講這個產業消失是因為台灣農人騙日本人，以為有個講法了，日本就不進口，差不多所有救國團式的講解都這樣子啊，那我就很心酸，因為我爸爸種過這個。我後來查證才知道，日本人勸我們種油桐，不是我們拿油桐去騙他說這是梧桐，然後顛倒那個實際上就對地方歷史個不了解，會用大中國主義的角度來介紹，說台灣農民的短視近利、自私無知，這就引起我非常深層的一種感覺。按簡單嘅拍法係我有按到嘅故事吼，佢話翻嗰時伊有一個線索咧吼，講到咧個童話老人爸爸老人家族嘅關係，我第一首詩是從伊有老人爸爸寫入去，老太家分享兩首詩好冇？一隻童話嘅詩哈，很短短嘅，我就大概只有4行，也短短嘅，4行的短短嘅，我感覺寫完之後才感覺。懂從中國古時的個詩經啊，所以短四句啊，詩經，所以講嘅用字很簡樸，冇乜個濫情啦，也係我自己感覺到的一種。冇濫情，有深情。我先朗讀一下。好。岑氏一件，油桐開花，花拍而謝。不久一件，油桐落葉，葉黃而吐。阿爸差師萬山種桐，桐枝雙年埋。阿爸高神萬山桐花，桐花10年香。我下來也想用這個的字編來給出來，一種老山歌嘅曲調哈，用唱嘅，好。岑氏一件呢，油桐就來開花啦，油桐開花哩，花拍而謝嘞。不久一件啊，油桐就來落葉啦，油桐落葉哩，葉黃而吐啦。阿爸差師啊，萬山種桐啊，萬山種桐啊，桐枝雙年埋啊。阿爸高聲啊，萬山桐花，萬山拍謝謝嘅桐花，桐花10年香嘞。哦，俺今日非常榮幸在辦公室暗號嘅過程中來結束俺今日嘅節目。俺今日談到一個出入老文化關係，俺等下我要推薦嘅書單俾大家，一本係頭前海嘅故事，一本係
马尾熊嘅故事。今日非常羡慕范教授来到节目现场，欢迎各位观众下一拜过来收看真相通话街。